台湾对1945年到1992年受到白色恐怖统治，伫言论、思想、主动等等，拢有各种限制。国家人权博物馆希望会当用各种形式来传达这段历史，就和出版社合作推出诗集《暗房遗光》，透过文学的力量来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，也就爱珍惜今麦自由。未离开的暗暝，互我搁看一下阿爸的心肝宝贝。 向阳读的这首诗是《暗房含光》内底其中一首诗，主要内容是咧讲台湾过去遭遇白色恐怖的状况和心情。向阳讲，这本册有67位作家，171首诗，有华语、台语和客语，希望经由这本册讲过去的历史。语言的部分呢，因为大概有差不多70-80年的时间，白色恐怖有将近50年的时间。 在这个时间内底呢，台湾的诗作、台湾的诗人，有无共款的写法，比如华语上济，台语的诗人嘛袂少，另外还有客语。国家人权博物馆表示，因一直希望会当透过无共款的形式来让大家了解白色恐怖的历史，所以才伫白色恐怖文学系列内底推小说和散文。即马佫推出这本诗集，希望透过文学来反映心声。转型正义它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工作哦。我想我们都希望透过所有的这些，不管各个面向，都希望能够来呈现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发展。 国家人权博物馆讲，台湾为过去威权统治，行到即卖的民主社会，是经过一段真黑暗的过程。希望透过文学讲出真相，也希望提醒大家珍惜即卖的自由和尊严。记者陈心东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